今仔日我有伫想，我看是我思考的方式，就变做讲会定定互家己做无满意家己，对家己无介满意，对即个世界，即个身躯边的人逐工会发生的代志，拢感觉互做可能有感觉无公平，讲遮有才调，毋过嘛无互人重视，变做讲逐摆我的思考拢是一种受害者的心情，去做即个解说，去做即个剧本的解说。有可能是以早我对家己诚有信心，毋过毋知影讲结果身躯边的人同学诚册我这个人，变做讲我迄个时阵嘛共款受伤，互人伤着了后，就变做我对家己就无遐乐观，就袂想讲我想讲人是对我足友善的，对我足欣赏的，足介意的，拢毋敢有即种念头，而且嘛毋敢甲代志想甲拢为好的所在想，惊想甲安尼，家己阁遐尔天真就是就是家己伫咧想想讲结果发现讲代志毋是安尼，就会郁卒。因为我可能就是较袂晓看目色，较活伫家己的世界，安尼会变做两种第一种就是就看啥物拢感觉家己足有才调逐个可能拢足天真的代志拢是为好的发展，毋过无真正诚实去看，去用较有智慧的头脑去看代志，就是袂输囡仔就甲一切拢想甲诚好诚顺，若拄着即个拄着跋倒的代志，互人跋倒的代志，互人失望的代志，就惊着，就想讲定着是我迄个时阵，就是可能就想甲伤美好就会足惊即种想甲足美好，尾仔较发现讲毋是安尼啦，变做我就有即个惯势，思考的惯势，就是啥物代志拢先看摆先看讲，而且无活题即马无安尼呢，就是变做讲，我会甲即摆的状况当做是未来还袂实现就是即摆的现状我无满意，就一直想讲，若过偌久了后，我有可能就是内底上请赢的人，就是一直用请赢即种角色，家明白讲，我应该是内底上高上请赢的人，所以现处时的家己家己拢袂满意，拢看袂介意，这拢是我思考的即个陷阱。我看其他人应该嘛是有共款的问题，较会讲有一寡人较酸想法嘛足酸的，亲像讲读册会，若讲别人互人学落，抑是讲有人伫招讲要去答，我就会想讲我毋是主角，足想要做主角，为安怎呢？因为就是不时想讲，即马家己的状况是无满意的，是无够好势。应该是有即种心理，无法度找着一寡趣味，足惊讲家己感觉家己诚厚诚厉害，为安怎呢？若安尼想就惊有一工有一个足大的惊吓，讲原来毋是安尼，想甲伤好啦，伤好势
就变做一个足惊吓，家己是还袂完成、还袂成熟诶，家己即个我吼。安尼当然是无好势，因为即种思考吼，拢袂快乐，定定就想讲，以后诶未来我较是会看口诶，即摆我吼拢是，拢是无够好势，就期待是未来家己，毋过未来家己，佫会想讲我嘛无法度做主角，无就想讲。我著无即种才调，安尼就是怨叹诶一个循环。所以讲，我即马思考代志万项，就是爱找着趣味，而且爱感觉家己真好势，看家己优点，爱加看。是讲有人伫甲我学乐，我著想讲伊著知影讲我这人足脆弱诶，就是我伤脆弱，伊较会甲我鼓励，变做我袂去信这，因为安怎咧？因为可能前一阵仔廖准家己台语讲甲真好势，毋过著有人会足实在著直讲讲话拢足白，著讲我安怎讲我诶欠点，互我足沉重诶一个打击，我会想讲毋是我想安尼，对，搁来，我袂使甲家己想伤过头好，伤过头进步，伤过头安怎，所以讲，我犹原是替即个好歹别人安怎想、安怎看、安怎讲，受着影响。所以讲，即马就是爱家己看着家己诶优点，别人毋捌无要紧。咱即个世界别人毋捌，因为逐家拢是去看着家己诶世界，无法度讲真正是会去欣赏别人家己若无法度欣赏家己，哪有法度去望讲别人会家己欣赏？所以讲，就是爱家己先鼓励，先抱家己，爱安尼，而且毋免惊毋免惊讲家己实在是袂歹，毋免惊即种物件。真正惊因为就是讲伤脆弱，讲原来我无遐好啦，变做对别人讲诶话分量看甲伤重，嘛做想要做主角，讲这无我诶代志。其实若伫一个团体安尼想，就是讲对家己诶现处时诶家己是不满意诶，是讲家己伫遮实在是足委屈诶，较会有迄种讲因讲因诶啦，我嘛无资格我袂到迄个坎站，就是万项代志，毋是讲提出家己诶热情去参与，是想讲爱有啥物才调，爱有啥物条件，较有法度参与，就变做讲我会做封闭诶，无做开放诶，有可能就是伤过头去追求啥物是好诶，为安怎呢？就是可能即种标准，是讲我以前是毋是拢毋知影别人诶标准，变做突然间醒起来讲原来家己毋是遐理想，对即种别人心内去解说理想伤过头要伊，就是以前活伫家己诶世界，即马就是常常想着一个教训教师就搁伤过头，想要加入别人诶世界，认同别人认同一个团体，想要伫一个团体找着一个根本，讲爱安怎做，我著去学即个团体内底
就是对家己诶信心可能放弃啊，变做讲啥物拢爱去看别人安怎讲安怎想，会感觉家己是足孤单、足无力量诶，家己诶好无准算，家己安怎想嘛无准算，安尼永远拢袂快乐，因为别人诶心就是足歹掠诶，嘛无法度讲真正着望逐家安尼甲咱照顾。其实爱家己靠家己就是莫甲家己想甲讲遐孤单，遐无互即个社会、即个团体认同。其实袂，就是爱看较好诶角度，找一个角度家己去看，而且别人毋捌无要紧，会当理解，讲逐家就是无因家己诶代志免事项项拢爱别人诶认同，就是爱训练训练，而且莫惊讲家己讲家己诚好会惊，真正诶，就是安尼。